没有情人在里面。接下来的活动就是今天的很重要的特别来宾。我的部落的人从来都不会有人相信我在台北那么红。我必须要证实这件事情是真的。但我不知道有多红啊！今天场地有点小啊，通常都会1000多人。通常要在某些特定的日子。好，欢迎都兰青年。哇，很多人。可以吗？你不要喝了，不要喝了。刚才，这全部都是我们都兰的年轻人哦，有大有小，然后4个阶级，4个阶层哦。阿美族很特殊，就是阿美族的以前传统的制度上面是有年龄阶层的，然后5年为一个单位这样子，15到20，20到25，25到30，比例就这样子哦。好，你们都有毕业生嘛哦？好，谢谢拉铁粉。好，我们是新的阶级，总会替哥哥们做这个毕业在校生。在校。那今天是有一些事情要跟大家分享，所以特别把他们请过来哦。森林系，你看最后一场，但是我常讲说，没有土地哪来的森林？接下来就是还我土地的时间了。在场有县长吗？还是行政院院长？我们先清唱一首，就是奉献给我们部落青年当做一个纪念的一个歌曲，都兰青年聚会歌。喂。哦啊嗨呀，哎呀哦啊嗨呀，哎呀哦。哎呀哦。